雪姬小姐你好，李哲先生吩咐我们来帮你搬家。有人敲门吗？我去看看。啊，快走！关门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怎么了？出大事儿了，肯定是明泽。昨天晚上在酒吧里，有人想泡他，他把人拒绝了，他先人泡。然后那个女的新欢底盘，一看来头就不小，现在上门寻仇来了。你还说我？昨天你喜欢那个姐姐，人后来男朋友不是来了吗？说不定是他呢，肯定是你泡人家妞惹到黑道了。到底什么情况呀？咱家门口有一群黑衣人。哎，要不咱们报警吧？就去了一次酒吧，不至于被人抓吧？没事啦，我去看看啊。雪姬小姐你好，李哲先生吩咐我们来帮你搬家。可是我也没那么多行李呀。您需要的东西我们已经帮您采购完，并且装好了。那等一下吧。雪姬，这原来是你朋友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这是哪国的公主啊？这不是一般有钱了吧？估计能买1万个我这样的吧？哪有那么贵？对呀，江淮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你到底是谁？哦，你说门口那些人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一个富豪的养女啊。但是你梦里的我是谁的话，只能靠你自己想起来了。毕竟，这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过去。哎呀，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复杂，大概意思呢就是，如果你想知道我是谁，你会知道的。又来了。进来吧。哇，这是我们的家啊，那么大的房子，那我先进去看看啊。嘿，家都搬得差不多了，你还特意过来一趟，很闲嘛？特地过来看看你啊。
进来吧。哇，这么大的房子，就我们2个人住吗？江淮，你的房间。我的房间这么大，我一个人的房间啊？对呀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不过，这么大的房子，那么多房间，都是我一个人打扫吗？对呀，之前咱们约定好了呀。果然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就算随便打扫一下，也要花上1上午的时间。我不是那么挑剔的人，我是客厅、厨房1周打扫个2回，然后那些其他不用的房间1周打扫1次，不许反悔哦。但是我在家的时候，你必须得给我做饭，我喜欢吃家里的饭。好，做，我做满汉全席给你吃。不过，这么大的房子，就我们2个人住吗？那些闲着的房间都空着吗？空着吧，说不定以后会有朋友要来住呢。我饿了，给我做饭吃。冰箱是空的。给我生活费。那随便买。懂的。OK， 大家休息一下。谢谢。歇会儿吧。来，谢谢。喝口水。我突然好想我的小天使。我看你是想他给你买的衣服了吧？其实有个人也偷偷在想，只是不承认罢了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他呀？喂，十一。啊，江淮，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有的。哎，真的在我这儿啊？那我明天路过你那儿，给你送过去好了。不，我现在自己去拿。可是我们现在在外面啊。在外面干嘛？回家。我现在必须。
反正不是这种。走了。哎，嘘，学姐正在睡午觉呢。怎么刚刚还在外面，一会儿就睡着了？充电器呢？哦，我待会儿进去给你拿。哎，要不进去看一下，里面特别大，特别豪华。好。怎么睡地上？他好像就喜欢睡地上。啊，我等会儿就要去学校了，你的充电器在学姐2楼的房间，你自己去拿。我走了。嗯。